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来到了马可福音的第4章1到29节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有很多的人，他们到加利利的湖边，要来听耶稣的讲道，要来听耶稣的教导。因为在前面的经文已经有很多人，他们可能见证了耶稣的神迹奇事，或是他们听到了耶稣的这些事迹，所以他们都慕名而来，要来听耶稣他今天要讲什么。今天耶稣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，而这个比喻，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听过这段经文。当上帝的信息就好像这个种子，在第14节讲到，撒种的人他撒的是上帝的信息，要落在这些土壤当中。而有4种情况，使得这个上帝的信息有不同的发展。第一个是，当上帝的信息这个种子呢，它撒在路旁的时候，根本没有撒在这个田地里面，所以鸟儿来就把这个种子吃走了。我们可能很多时候，可能上帝的信息的确他有来过，可是我们没有跟他有建立到任何的关系，或是我们根本没有听过。而第二种的情况是，当上帝的信息它种在这个土壤里面，它发芽的很快，可是因为它的土壤是浅的，它没有这个土地没有整理过，它下面有许多的石子，所以当这个太阳晒啊，或是雨水什么各方面，它很快的就被淹死或者晒死了，因为它扎根不深，它没有办法长得很大，它没有办法持续的生长，甚至它可能一晒就枯萎了。而第三种的情况是，上帝的信息它撒在这个土壤里面，的确是土壤不错，它可以继续的成长。可是在这土壤当中，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荆棘，它也持续的在成长。很快的，可能因为这些荆棘长得很快，把这个种子它发芽之后，把它挤住了，让它没有办法持续的生长。而在这个解释的比喻里面，他就有讲到说，可能这就像是一个人他生活中的忧虑、财富的诱惑，或是各样的欲望，就像那荆棘的生长，让上帝的信息没有办法持续在他生命当中发展。而第4种情况是，当上帝的信息它种在这个土壤里面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土壤还预备好了，所以当它在生长的时候，按着上帝心意，可能30倍、60倍或是100倍的成长。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有讲到说，当上帝的国就好像一个人撒种在这个地上，我们并不知道它也会长成怎么样，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在成长。不过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预备我们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土壤。而在这当中呢，这段经文有讲到说，有谁点了灯是放在那个斗底下或是床下，通常我们都会是拿到这个灯台上，为了要照亮黑暗。所以耶稣预备我们，上帝信息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，也是要照亮我们生命中的黑暗，好像我们的生命是活出上帝的心意，我们就能够在这里面一起来结实累累，成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这样的一个恩典。当他在讲这段信息的时候，其实他有讲一个重点，有耳的就要听，有耳朵的就听吧。有些人他听是不明白，或是他看不见，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听、愿意看、愿意回转，上帝他要饶恕我们，饶恕我们，意思也是接纳我们，是让我们再进入在他的恩典里面。求神赐福大家，让我们在今天，我们就一起来整地。从今天的早上开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领受从上帝来的信息。主啊，谢谢你将这样的信息如同种子撒种在我们心里的田地当中，但也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整理好我们自己的心，好叫我们这样的土壤是能够结实累累的，是能够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成长的。主，我们也相信这是你对我们的应许跟赐福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在今天就成为好土，要领受他的信息。